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齐英银。是毋是开始来关心一个受水的意外发生在宜兰？宜兰头城外有发生游泳池失踪的代志，有7个外国人来这里耍水，其中一个22岁印尼籍的男性呢，目前是下落不明。其中有3名在下水的时候有因为体力不支，其中1名自行上岸，有2名因为体力不支的时候其中1名有被渔船救起，另外1名现在目前在搜寻当中。因是主席科技大学4年级的学生，为花莲坐车到宜兰去耍水，可能是拢无穿救生装备，尤其是下晡，又受到天候的影响，天气不好，海象不好，阵风上大到8级，才陆续出现讲有人受水受甲无力。目前空巡已经出动直升机、空中摄影机，加水上乌多摆伫找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